行政院在去年定出6年442億無人載具產業發展統籌型的計劃，不過國民黨團當日提案要來暫停這個計劃，而且把今年度的預算差不多80億抬掉，去互美價了後，22位抬掉改做是全部凍結，也就是講這條錢要經過立法院的同意了後，才會使來叮當。有業者講，因無應該來阻擋產業的發展。行政院去年10月訂定為期6年，總共442億的無人載具產業發展統籌型計劃。國民黨團進前捌提案，要求暫停計劃，各三度今年度的預算大約80億。不過受到各界批評了後，22要提案改做全面凍結，也就是預算要經過立法院同意了後，才會當使用。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好好解釋這一筆錢怎麼去用。國民黨一向贊成無人機，我們也贊成無人機產業，我們也贊成無人機國防，但是我們不贊成的是隨便去濫用預算。我們不是立法局，我們是立法院，而且我們合理的要監督這些錯誤的編列預算。你凍結的不是預算了，你凍結的是整個無人機產業的一個發展呢。這個都要要予以譴責啊！嘴巴既然講說要支持無人機產業的話，那你真正做出來的，真的就要符合。行政院回應，如果今年度的業務愛到立法院下一個會期改動了後，才會當執行，恐驚會影響產業界發展非紅色的供應鏈。因為這個計劃規劃由13個中央部會採購無人機，協助國內廠商累積產品進一步拓展海外市場。對着相關預算去用凍結，業者嘛表達真煩惱。業者在這個領域其實投入是相當多的，政策需要一個穩定長久的規劃。讓我們業者投入才會比較知道怎麼去應對。在一個處於模糊的階段的時候，其實會對我們業者在投入的評估會變得很困難。一些新創企業，他們其實已經在積極備料，來因應一旦預算通過之後，要馬上來做這個整機，甚至還有跟國外的這個合作。我真的很希望這個我們的立法院好好的去理解、認真思考台灣產業未來的發展，因為這是我們的很重要的關鍵的契機。經濟部是指出，目前咱國無人載具供應鏈已經串聯267間以上的業者，投入資金、人力甲設備共同開發。那相關的預算無法度繼續執行，會衝擊到台灣整體無人載具的產業甲國防的自主能量。記者綜合報道。